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传出有外言，今仔日早起赵天麟是亲身出面来会室的。伊讲这是真济当进前的代志啊，即马厝内的人已经原谅伊。针对外界问讲，你敢袂来替选咧？伊是无搁再加讲。也那高雄市长陈其迈，伊是要求伊爱好好啊检讨。针对民进党的布局，会搁斟酌来参详。也那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也互人讲，甲查某去饭店，也毋过伊是跳出来讲。这影片是互人做秀的。那说实在，这个记者会召开实在是我非常惭愧的一个时刻哈。那这个多年前，这个发生了一段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感情，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难过，那也受伤。那说实在的，我相当的自责。互人也看假疑似中国籍个查某人有婚外言，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过一暝，第二是透早出面会实的，承认有婚外言，只是这时间是伫真侪年前，已经得到牵手甲囡仔的原谅。委员是否会退选？记者会无到2分钟，赵天麟甲话讲煞就离开，针对任何问题都无回答。行为很不应该啊，这个也应该要深知的检讨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讲谈话，爱赵天麟好好检讨。那立委布局嘛斟酌评估。透早立法院民进党立委，互人问到这件代志，嘛拢闪避唔回应，是互党中央。他看起来真的是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人。除了赵天麟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传出风波，并且顶悬有一段影片，画面中那亲像是郑文灿带查某人入去饭店房间，敢是去录影的年份，互人挑工砍掉咧。那我看那个影像的年代久远，那经过剪接，我想也不要认颜色。郑文灿出面背会，讲影片有互人编辑过，只是即马是选举的敏感时机。民进党定调争取总统当选，嘛要高雄立委总选调，无表态要替选的赵天麟，看起来要继续争取连任，直接说出现的风波，即马嘛考验民进党中央的智慧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俊、陈兴坤高雄台北报道。